公元189年，東漢末年，天下大亂，群雄割據。喺呢個動盪嘅時代，一個普通嘅相遇，點樣可以徹底改變歷史嘅軌跡？你可能從未想過，一場友誼嘅萌芽，竟然會影響往後數百年嘅格局。喺書院，兩位風華正茂嘅少年，孫策同周瑜，第一次見面。佢哋唔係初次相識，而係一見如故，仿佛早已心靈相通。呢個瞬間，並唔係偶然，而係命運嘅安排，將會燃點喺江東基業嘅火花。呢次相遇之後，兩人從此肝膽相照，攜手打天下。佢哋嘅友情同智慧，為日後東吳政權嘅建立，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一個簡單嘅緣分，竟然成就咗一個時代嘅傳奇，改寫咗無數人嘅命運。